做咗電工咁多年，想考翻個電工 A 牌，只要你有5年電業承辦商經驗，我哋包你考到。只需6800，循環課程，重複上堂。最緊要係24小時任你返學校操練，場地、材料、架撐全包，電線、膠喉、鐵喉乜都齊。課程有30小時實務，加埋手機 App 1500題選擇題、精讀筆記同應試秘訣。報名後約2個月考筆試，100題60分合格，再排2-3個月考實務。實務有15個題目，考試抽4至5項，我哋有示範影片，死操爛操包你熟。合格即攞 VTC 證書，加上你嘅5年經驗就換到正式 A 牌。快啲 WhatsApp 91031197查詢或留言 A 牌，即刻報名。